就差了这个小小的一个程序的参与哈。好，谢谢。那今天我们这个讲台还没有搬上来哈，那原则上就请我们同工唱完诗歌，这个讲台拿上去，麦克风由我们瑞平牧师来拿麦克风来做司仪跟讲道哈。他已经开始直播。我的主，我要永远伫你的怀里，愿无你，伫你真情
的主，我要永远伫你的怀里。因无你，阿爸伫你面前多多敬拜你，我脚无你，我敬拜你，我的主，我真真爱慕你。耶稣，哦耶稣，我灵亲亲靠慕。耶稣，哦耶稣，你引领我忧伤的心。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是一个充满神上帝祝福的日子。今仔日咱伫敬拜中间，咱把咱的焦点单单注视伫咱的主耶稣。所以要邀请咱三甲来祈祷。今仔日嘛是2023年最后的一日，嘛是圣的主日。咱将咱今年所经历所有的痛苦，也是你即马拄啊咧拄着的忧愁甲忧虑的代志，邀请兄弟姊妹，咱即时全部拢交代到神上帝的面前，因为咱的上帝是赐平安的上帝，是为咱陪重担、陪劳苦的上帝。因为咱若是搭伫来排遮的重担，咱就无法度成做一个深心的人，来到主的面前来调起伊。所以要邀请兄弟姊妹，咱将咱的心重新来对准咱的上帝，咱将咱的困难来交托咱的上帝，咱三角来祈祷。那最后说，我们感谢了你，今仔日是个得胜的日，主啊，我们今仔日是个敬拜你的日，主啊，我们就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多做前，无论我即摆拄着什么的经历，无论是工课，还是身体健康问题，还是家庭的问题，还是人际关系的问题，还是经济上的困难，主啊，拢将一切交代在你的身上。主啊，我们从今仔日的焦点来重新来对准你，以我三角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经历一个更新的稳定，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这是要邀请兄弟姊妹，咱三角来学乐咱的上帝，咱要逐天来学乐上帝伊奇妙的作为，来传扬伊的救恩，来相信伊是至关的神，是独一的主宰，尊荣伊。咱学乐，主啊，当阮学乐你的时阵。一切黑暗势力拢要对捆绑，一切黑暗的势力要被震动，恶者的作为要完全被消除。主啊，咱要敬学乐你，因为你是得胜的神。邀请兄弟姊妹，咱三角来学乐咱的主，咱三角来祈祷。主啊，我感谢你，主啊，你是神，来作为选择。主啊，我学乐你，你的名是大有能力，所有的黑暗势力。对着拢要降服伫你的脚下，要来呼求你的名，主你的大能要临到，要刷去阮生命中一切黑暗甲惊吓。主啊，恳求你拍开阮属灵的目睭，互阮看开你是独一的真神，明白你是阮生命唯一的救主。主你的名是耶和华尼西，你是阮得胜的君王。我要宣告，你要带领阮来得胜，赢过一切对着的计谋甲甲白贼，互万民归伫你的名的主，你是全能的主，求你伫阮的生命中全然来掌管，求你看顾阮的新生人拢得到平安，有健康的身体，灵命持续的增长。感谢你为阮陪伴一切阮所需要的，互阮脱离一切灾害，因为你是赐丰盛稳定的主，伫阮生命中间，我们将一切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我的主，我要永远伫你的怀里。因无你，阿爸伫你面前多多敬拜你，
我脚无你，我敬拜你，我的主，我真心爱慕你。耶稣，哦耶稣，我灵亲亲爱我。耶稣，哦耶稣，你已伫我忧伤的心。这是邀请兄弟姊妹，咱伫咱的上帝面前，咱来认罪，为着咱所犯的罪，咱献上咱的祈祷，伫主的面前，恳求主，咱出声来祈祷。主啊，这是一个你保护来呀，洗净我所有的罪，所来生我的所有罪本性，常常来做歹，定断来是行好。常常来犯罪，离开这真道，浪费你的文书，主啊，总是你拢知我的罪。亲爱爸爸，阮知阮深深来得罪你，阮嘛无介意阮现在的处境，啊，毋过阮真正是无法度来家己来救阮家己，主。求你怜悯我，因为阮本是软弱。你捌讲，恁爱圣洁，因为我耶和华恁的神是圣洁的。佮讲，恁爱归我为圣，为我耶和华是圣，要叫你甲万民有分别，互恁做我的名。主啊，阮愿意将做圣洁，归你为圣，做你的子民。现在，阮的心向你来展开，求你用信心来管压阮、充满阮、更新阮，降落圣洁的火，烧尽阮内面一切所不洁、无清气的、无属于你的，互阮成做一个圣洁的器皿，是你所喜悦的，是互你使用，互你的圣工来使用的。感谢老主。主，我们将一切荣耀归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这时邀请兄弟姊妹，咱嘛为着咱富强教会来祈祷，恳求咱上帝来希望咱富强教会是一间传福音、学习主的样式，兄弟姊妹和睦相处，彼此接纳，让富强教会成做一个有听的教会。成做这个社区的亮光、祝福的管道。咱嘛相信为着咱的牧者，中日同工每一位会友来祈祷，互咱大家拢有一粒谦卑的心、顺服的灵，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咱的上帝，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咱嘛为着富强教会大家家庭甲病痛中的肢体，咱献上咱的祈祷，咱三甲出声来祈祷。主啊，感谢你。全感谢求你，持续使阮伫咱富强教会，互众兄弟姊妹心中充满信心、听心甲愿望。咱富强教会继承传统的优良的传统，是一间充满上帝听的教会。人人成做基督传播福音的精兵，人人有利好大地，军队牧师团队来追求同一的日常，同心遵守大使命。互万民成做基督的门徒，互阮生命中持续做福音的见证，传扬主你奇妙的救恩。主啊，求圣神你添加阮听的力量，互阮爱心也甲听人，互阮兄弟姊妹时时祈祷追求主的心意，互阮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上帝的意念为意念，互你伫阮的生命中来掌权，活出你生命的见证。主，我们献上阮的祈祷，伫你的面前，我来感恩恳求，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耶稣，哦耶稣，我灵亲亲的阿婆。
像是咱为着台湾的平安、经济、社会的和谐，即真正甲两岸和平的相处，咱献出咱的祈祷。咱嘛为着主来兴起咱所有会友，来成做一个祈祷的军队，咱嘛献出咱的祈祷。咱嘛为着咱家己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成做上帝宝贵器中的器皿来祈祷。咱嘛为着这世代的少年人，互少年人喜爱欢喜进入来教会来敬拜上帝，献出咱的祈祷。愿上帝来复兴台湾正教会，成做台湾百姓的祝福。咱最后嘛为着2场的礼拜牧师要传讲的信息，甲所有的服侍同工，咱献出咱的祈祷，咱时时三角出声来祈祷。主啊，咱感谢你，主啊，咱为这个世代来祈祷，这个世代无法度来，愿主你来圣神来感动后一个世代，神的圣神要伫这个青年甲儿童的世代，甲是每一个同胞都来同在，来破除世界的谎言。主啊，我哋能够要专门的关信仰的主啊，你是掌管天地的主，万物都袂是你的管，你的脚的。阮来到你的面前，特别为着阮所徛伫的岛屿台湾的祈祷。主啊，免为着阮所犯的，所来得罪你的，阮求主来赦免。主啊，恳求你来带领阮这个国家，带领阮这个岛屿。主啊，你的光来遍照规个台湾，互阮伫这个生活中，主你为你得到你的平安甲福果。主啊，免凭感谢你。主啊，免恳求你来通过阮这个事件，互这个世件拢会当欢喜来进入教会，来成做主你的精兵，然后你来使用。主，我们也将今仔日詹牧师2场的讲道，2场的讲道的信息传主，恳求你的信心甲三角天地，互伊嘴里所讲出的，拢是对你遐来的话语，互所有会众拢会当领受对你遐来的恩典，互讲的甲听的拢会当受到造就。主啊，献上阮祈祷伫你的面前，帮阮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我的主，我要永远伫你的怀里，仰望你，趴伫你面前，多多敬拜你。我脚无你，我敬拜你，我的主，我真心爱慕你。耶稣，哦耶稣，我灵亲亲仰望。耶稣，哦耶稣，你一定我忧伤的心。就是邀请兄弟妹，咱来三，咱就为座位中咱来起立，咱三角来敬拜咱的上帝。我灵亲亲仰望，我的主，我要永远伫你的怀里，仰望你，趴伫你面前，老多敬拜你。我脚无你，我敬拜你，我的主，我真心爱慕你。耶稣，哦耶稣，我灵亲亲仰望。哦，耶稣，你一定我忧伤的心。主啊，你伫阮忧伤的心，你赐了阮平安喜乐伫阮的生命当中。主，我们来大声来欢呼来学乐你。那么大声唱歌，称颂咱的上帝。
大声欢喜唱歌，称颂我的王，大声宣扬阿乐，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阿乐伊，咱就欢喜快乐，来到主的面前。你是创造主，你是我拯救，你就想我，你是主上大的祝福，你是丰盛的雨，大声欢喜唱歌，称颂我的王，大声宣扬阿乐，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阿乐伊，咱就欢喜快乐，来到主的面前。你是创造主，你是我拯救，你就想我，你是主上大的祝福，你是丰盛的雨。你是我的牧者，引带我，耶稣我君王，我阿乐你。你是创造主，你是我拯救，你就想我，你是主上大的祝福，你是丰盛的雨，你是我的牧者，引带我。耶稣我君王，我阿乐你。大声欢呼唱歌，大声欢喜唱歌，称颂我的王，大声宣扬阿乐，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阿乐伊，咱就欢喜快乐。来到主的面前，你是创造主，你是我拯救，你就想我，你是主上大的祝福，你是丰盛的王，你是我的牧者，引带我，耶稣我君王，我阿乐你。你是创造主，你是我拯救，你就想我，你是主上大的祝福，你是丰盛的雨，你是我的牧者，引带我，耶稣我君王，我阿乐你。耶稣我君王，我要阿乐你。耶稣我君王。我阿乐你，耶稣我君王，我阿乐你。天顶大开，你的荣耀降落来；天顶大开，你的同在降落来；天顶大开，你的荣耀降落来。万国阿乐你，你是荣耀君王，天顶地下已敬拜，阿乐耶稣基督是宝贵的你，天顶地敬拜直到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打开你的荣耀降落来，天顶打开你的同在降落来，天顶打开你的荣耀降落来，万国阿乐你，你是荣耀君王，天顶地下已敬拜。
了耶稣基督圣洁有个荣耀归于你，天顶地下，敬拜的到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顶地下，他已敬拜。耶稣基督圣洁有个荣耀归于你，天顶地下，敬拜的到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着伫遮，咱着学乐意，好万民祝望。归恩义，上帝着伫遮，咱都学乐意，得做真敬拜有无停。恳求上帝支持咱三甲地地，上帝着伫遮，咱来学乐意，学乐意圣子了直到永远，好万民祝望归恩义。上帝着伫遮，咱都学乐意，把做真敬拜永无停。天天大归你的荣耀降落来，天天大归你的同在降落来。天天大归你的荣耀降落来，我讲学乐你，你是荣耀君王，天顶地下，他已敬拜。学乐耶稣基督圣洁有个荣耀归于你，天顶地下。敬拜的到永远，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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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一切荣耀归予咱天顶的父。此时，咱来吟唱圣诗22首，答阮感谢上帝。答阮感谢上帝，出声音是对心地，主行其代志，万民了伊做欢喜，愿对舞台出世，伊就是好无你，因伊无所忍耐，因你要来宽待。阮就是阮上帝，一生甲阮上帝地，赐阮喜乐心肝，耶稣平安甲阮大，因伊有亏保守。艰难地着解救，带阮脱离灾害，现在山到将来，我乐感谢一切，一切归乎白上帝。也归圣行圣神，地球观将你万里。
上以应我上帝，上赞遍满天地，过去现在将来，永远乐乐敬拜。亲爱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过去对一年的开始，到伫今年要结束的时，你犹原保守看顾，互阮伫今年看见你的同在，看见你的陪伴，也看见着你的保护，互阮通用阮的一生，用阮的性命来回应你的恩典。主啊，伫今仔早起时成的主日，阮搁一届三角组织。伫教会内面做伙敬拜，做伙学乐你，求主你的阳光，就充满伫阮的教会内面，充满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互阮通搁一届对你遐领受新的恩典、新的祝福，也恳求主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教会内面，伫阮今仔早起时的礼拜，对头到尾拢有主你的引带、你的带领。互今仔早起时，真做是一个阳光的礼拜，来归荣耀来互你。只是我嘛要用主你教导阮的祈祷文，阮做伙来祈祷。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伫日刺。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将时间交互师会。我的帮赞对上主来。伊袂互你绊倒，以色列的保护者袂遁民。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你是日头袂伤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咱三角来祈祷。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你是万米的主宰。主，阮要感谢阿罗你，因为你本是甲天父共一体，是慈悲甲恩典的君王，用大能力、大权能来治理宇宙万物。牵得万民尊崇敬拜，救赎阮的主啊！我要拍开阮的心门，专心所羡慕，阮来亲近你、调记你。阮早前毋捌你，陷落伫罪恶的痛苦中，因为天父的大恩怜悯甲恩典，由阮受顶伫十字架，为阮付出救赎的代价，互阮用信心来倚靠你。当会互上帝称作义，用心神来敬拜你。阮学了感谢你，阮相信你毋单单是救赎的主，阁是听阮的主。阮要将一切挂入伫祈祷中来交托，求你来透放，带阮来跟对你，过一个丰盛的人生。今仔日是2023年最后一摆的圣主日，愿由阮三角组织伫遮。感谢你对年头到年尾的带领甲保守，互阮连结伫基督所赐的平安甲喜乐，互阮日日的生活拢过着有主的看顾甲保守。伫过去一年中，主你的恩典时时充满伫阮的中间，恳求你持续来引带阮未来的路站，高我阮成做一个爱祈祷、爱亲近你的人。恳求你接近阮的心思意念，互阮的心独独来渴慕、来听候你。
日日操练健全的生活，成做信心。我靠信心，成做刚强壮大、有信心、有能力的人，活出耶稣基督死命的款式。亲爱的主耶稣，阮嘛相信你伫阮每一人的心上，拢有得胜的计划，互阮活出上帝的命定，成做忠心的门徒，遵守大使命，来福音传到地极。亲爱的主耶稣，求你亲自来祝福今仔日的聚会，你的宝座就要设立这个所在，你亲自看顾保守，无论阮伫现场，也是透过网络来参与阮聚会兄弟姊妹，拢有一个渴慕的心来到圣殿中来追求你的面。今仔早起，我嘛要透过詹牧师的讲道甲分享，搁一摆对你遐领受你遐来的话语甲恩典，互阮的灵命都得到把助甲帮助。求主你保守阮所的心思意念，拢你来天开，将今仔日的敬拜全然交托伫你的圣手。我安尼感恩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求你阿乐，听阮祈祷，你的囝儿谦卑求讨，我那所求，哈里之意，愿你献出慈悲。阿门。恭受上帝话，今仔日的圣经节记载伫历代志是上4章第9节到意思是我生伊真艰苦。第10节，加比斯求以色列的上帝讲：求你大大赐福我，扩展我的境界，愿你常常甲我同在，保佑我无拄着患难，无受痛苦。上帝就照伊所求的赐予伊。献诗即是咱请以赛亚牧区来献诗。献诗的曲仔是溪边的树。献诗完，请詹牧师来主理讲道。今仔日要传讲的信息是雅比斯的祈祷。
咱多谢以赛亚无区用溪边的树来学，带咱来学咱的上帝。啊嘛看见咱以赛亚无区不只是溪边的树吼，伊是溪边的常青树啊。感谢上帝，互咱伫今年的最后一天，咱阁会当三甲组织伫教会来做伙敬拜，学咱的上帝。其实一年的时间真正是过了真紧吼，敢若亲像拄仔跨年了，拄仔较讲2023年开始啊，却无想到2024年就已经阁要到啊。你经历上帝恩典偌济？伫过去的这当，你所经历上帝伫你生命所成就的代志有偌济？每一项所领受的，每一项所体会拢无共，但是我相信拢有上帝美好的旨意伫内面。特别伫这个今年要结束进前，虽然咱离跨年吼，阁有几若点钟吼，还未到吼。但是伫这个时阵，我嘛先邀请咱的兄弟姊妹，你边仔兄弟姊妹，介绍讲新年恭喜，愿上帝大大来祝福你。咱做伙来做一个祈祷。阮伫天的爸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带领，你的引带，对2023年的头一日，到伫2023年的最后一日，你犹原保守看顾。虽望伫今年，阮每一项拄着的境遇拢无共款，但是阮犹原献上感谢，因为伫阮的人生内面，有主你是阮上大的倚靠，有主你的同在，就是上美好的代志。求主你继续引带阮，继续带领阮，无论伫今年、伫明年，还是伫未来的每一天，拢诚做是阮的头前的引带。也求主帮助阮，透过今仔早起时，阮读的圣经，阮所听主你的话语，搁一摆诚做是阮的帮助，诚做是阮的鼓励。愿咱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伫圣经内面有侪无共款的祈祷。先知会上帝来祈祷，文道嘛会上帝来祈祷，甚至连耶稣嘛会上帝来祈祷。虽然看见圣经内面有侪无共款的祈祷，但是今仔特别要用一个人叫做雅比斯的祈祷来大家来分享。望这个祈祷嘛诚做是咱的祈祷。望雅比斯所求的，雅比斯伊所望发生伫伊身上的遮个代志，也来成就伫咱的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一开始我问讲，今年毋知对你来讲有啥物款的意义，还是今年对你来讲，你有经历着啥物款的代志？伫台湾的媒体，每一档拢会选出台湾年度的代表语。伫过去3档，2020年选出来的语叫做疫情的疫。这应该大家拢爱体会到，因为伫这过去的几档，咱拢一直经历着疫情的困扰。伫2021年选出来伫台湾的代表的字是宅，就是大家拢伫厝，因为无法度出门。伫旧年所选出来的字叫做脏，物件足侪遮民生的物件拢有起价，所以旧年所选出来的是“长”这个字。今年有人知今年选出什么字？有人已经看到啊。今年所选出来的字，用台语来讲，会当讲是欠缺。提出这个字人，伊认为，伫今年台湾有一寡，嘛是同款有一寡物件所欠缺。但是最后伊认为一项代志是，伫今年台湾人非常欠缺安全感。伊认为台湾对足侪虽然有足侪的物质的条件，有侪的物件通享受，但是内心欠缺着安全感。伫昨暗时，我带遮提无区的青少年，阮做伙回顾一档所发生的代志的时，特别阮看为台湾的社会，为咱的国家所发生的代志，为1月一直到12月，带因来回顾，嘛为遮发生的代志来祈祷。阮咧回顾的时阵，发现哇，确实，台湾伫过去这一档有侪互人感觉欢喜的代志，但
但是大部分认为这是台湾伫过去2023年所经历的一个字。毋知今年你的代表的字是啥物？毋知对你来讲，你要请你写一字，你的代表字毋知是啥物？毋知对你今年来讲，今年是啥物款的一年？但是如果像头前咧讲，头前咧祈祷咧讲，无论你今年的代表字是啥，咱犹原献上感谢，因为对2023年一开始到伫2023年要结束时，上帝犹原在带领。每一个代表字背后，拢有伊特别的意义，拢有伊特别要表达出来的代志。特别咱今仔要看即个雅比斯的祈祷，雅比斯这个人，伊的名背后嘛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意义。我想大部分的人，你的名拢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当咱的父母在为着咱号名的时阵，可能拢有某一款的期待，拢有某一款对即个囡仔有一寡。伊的名内面要有互一寡无共款的价值，但是雅比斯这个人真特别，伊的名咱拄仔读着圣经，伊讲伊的名所代表的意思叫做痛苦。奇怪，哪有人叫做痛苦？可能伊细汉的时阵，伊边仔伊的朋友边仔的囡仔看起来拢叫阿苦啊阿苦啊阿苦啊，伊的名就叫做痛苦。奇怪，哪有一个囡仔，咱出世的时阵，若看到一个囡仔，你一定是会祝福，你一定会伊惜命。但是雅比斯这个名，伊的名叫叫做痛苦。因为咱读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咱有看到讲，伊的老母甲伊的名叫做雅比斯，意思是我生伊的时阵真艰苦，所以伊的老母就甲伊的名叫做是艰苦。哇！你想，一个人一出世，伊的名就叫做艰苦。伊可能会认为啊，我一生可能就真正是足艰苦的。而且伊边人看到伊嘛，一直讲啊，阿苦啊，阿苦啊，阿苦啊，你就是较痛苦的人。对这样来讲，对雅比斯伊来讲，但是圣经却描述伊是比别人更较受尊重、受别人更较敬重的一个人。代表雅比斯伊伫个性命，伊无看轻，伊嘛无认为讲啊，我就是遮苦，我就是安尼啊，我的人生就是安尼。雅比斯因向上帝做一个祈祷，互伊对痛苦拢是烦恼的性命，真做是一个尊贵得到上帝福气的祈祷。伊了解伊的性命，只会用做一项代志，就是仰望上帝尔。虽然今日要透过雅比斯的祈祷，咱搁一摆来思考，茫互咱鼓励，伫新的一冬。伫新的一冬要来的时，无论今年你过了安怎，无论今年你的代表给你写了啥物，但是伫新的一冬，透过雅比斯的祈祷，透过雅比斯伊对上帝的信靠，互咱有一个新的眼光、新的看见。所以头一个我要和大家做伙来分享，就是雅比斯是一个非常敬畏上帝，伊愿意祈祷，伊愿意祈祷来追求上帝的心意。伊嘛明白这是会当性命继续往前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第一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雅比斯的祈祷，伊非常深信伫上帝的祝福甲上帝的应允。第一项要和大家做来分享的是雅比斯伊非常清楚上帝的祝福甲上帝的应允。雅比斯伫开始的祈祷，伊甲上帝求讨一项代志，伊讲求上帝大大来赐福互我。雅比斯甲上帝祈祷讲：上帝啊，求你大大来赐福我。咱看见雅比斯做了一项代志，伊毋是追求别人的能力，追求别人的气力来帮助伊，互伊来改变伊的人生，互伊来改变伊即摆的状况。雅比斯伊认定一项代志，只有耶和华是迄个赐福的上帝。伊一生认定只有耶和华上帝是通帮助伊的这位上帝。雅比斯虽望咱看见伊的性命，伊可能一开始叫做痛苦、困苦。你嘛会当想象拄仔讲到，伊可能为细汉的时阵，就互人起笑讲：你的名奈何做安尼？
你的名乃叫痛苦。伊可能对细汉的时阵，伊可能一直听到这款的话，可能对伊内底伊家己的性命，伊对伊内心可能嘛有诚侪疑问，讲啊，真正是安尼吗？但是咱看见为雅比斯的祈祷，伊第一项代志，伊非常清楚了解，求上帝大大来赐福予伊。伊知伊性命的源头，伊知要追求应允甲祝福的源头是对上帝遐来。虽然别人讲啊，你是一个痛苦的人，你是一个无受欢迎的人，你是一个无价值的人。但是雅比斯非常清楚，伊知是上创造伊的，伊知伊要领受祝福的源头是对来。所以甲上帝讲：上帝啊，只有你是我独一的倚靠。上帝，只有你是我唯一通倚靠的上帝。而且更较重要的是，咱领受着祝福，是要为着啥物？咱领受着上帝求讲啊，上帝，求你予我赐福予我，上帝你予我祝福。咱领受着上帝的祝福，上重要是要做啥物？当然，咱会当享受伫上帝的同在，享受伫上帝予咱济济的恩典。但是领受祝福嘛，毋是自私，着享受伫家己的身上。领受祝福嘛，毋是只有自私享受伫家己身上。啊，上帝，你着赐福我，我啥物物件拢袂。上帝啊，你着我欠缺，你全部拢予我。因为你的祝福，你的应允，我主啊，予我搁较济，予我搁较济。搁较重要的，毋是只有领受上帝的祝福，搁较重要的是领受这个祝福了后，毋是只有伫家己的身上。领受祝福了后，爱去祝福伫别人的身上。今咱读的圣经其实要读到，你若有机会看历代志继续看，你会看见雅比斯，伊伫伊的厝内，伊接待这个文士，伊接待这个研究圣经的人，伊伫伊的厝内接待这个人，伊开放伊的家庭来帮助这个人，会当继续做研究圣经的工作。你看见雅比斯伊向上帝祈祷了后，伊讲上帝求你赐福我，上帝祝福伊，伊祝福了伊，毋是只有家己享受，只有家己领受尔，更较重要，伊是将这个祝福来分享给别人，互别人嘛通继续领受到这款上帝带来的应允甲祝福。伫圣经内面，咱嘛看见伫旧约内面有一个咱非常了解的人物，叫做亚伯拉罕。当上帝呼召伊讲，我要呼召你到一个新的所在的时，上帝讲要指示你到一个新的所在。上帝讲要互你成做是一个大的国家，要互你成做是一个大的民族。上帝讲我要赐福互你，要赐福亚伯拉罕，叫你的名成做是大。但是上帝最后嘛讲一项代志，互你得到祝福，互你的性命更较丰盛，毋那是为着你家己尔。互你的性命更较丰盛，你的性命得到上帝的福气，是要为着会当去祝福别人。这是上重要的代志，毋是只有咱家己享受尔，毋是家己咱拥有这款的恩典，搁较会想咱安怎去分享。一开始咧分享讲台湾人今年有侪人选出来叫这是欠，为虾米欠？讲到有人欠着安全感，伊认为伊伫伊生命内面，伊毋知要去找着会当满足伊的生命的代志，伊毋知会当去追求啥物物件，才会当互伊的生命会当更较丰盛。亲兄弟姊妹，当咱领受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咱享受着这个恩典、这个丰盛了后，咱嘛敢有学习会当继续来分享这个祝福，互遐认为着欠缺的，无论伫咱的国家内面、咱的社会内面，甚至伫咱的家庭内面，将这丰盛满足，将这上帝祝福来互咱身躯边的人嘛做伙来领受咧。上帝互咱得到祝福，毋是只有为着咱家己尔，更较重要是要分享出去。所以雅比斯的第一个祈祷，互咱看见，伊非常清楚上帝的祝福会伫伊身上来成就，伊非常清楚上帝伫伊生命有特别计划。上帝嘛要应允，互伊的生命有一个无共款。第下面向大家分享是咱看见雅比斯的祈祷，上帝求讨，互伊的生命有一个新的意向，互伊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目标。
咱看见雅比书上帝祈祷，求上帝互伊有一个新的生命意向，互伊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目标。雅比书上帝来祈祷，伊继续祈祷讲啥？伊讲上帝，求你来确定我的境界。上帝求你来确定我的境界。你若看国语的现代中文译本，伊讲，互我侪侪的土地。现代中文译本伊是翻译讲，互我有侪侪的土地。头先讲到，那领受祝福尔，领受上帝的祝福，毋是只有家己享受，领受这的祝福，确定我的境界，嘛毋是上帝叫上帝，互我的事业袂当做甲愈较大，我的地位愈较悬，我的影响力愈较大，互我通享受，就是为着要互别人敬重，毋是为着这。其实上重要的意思。当雅比书上帝祈祷讲，上帝求你确定我生命的境界的时，所要面对的是要面对一个生命的征战。伊要面对的是一个生命的征战。拄仔讲到现代中文译本，伊讲赐我搁较侪的土地。当有人看见赐我搁较侪土地，就认为雅比书伊咧上帝求啥？会当求搁较好个，会当有搁较侪的钱财，有搁较侪的地位。但是实际上毋是。其实伊咧求上帝，当有互一个新的意向、新的目标去面对伊生命中的真正。为什么安尼讲？伫当时雅比书的环境拄好嘛，是拄着约书亚带领着这以色列人经过约旦河，开始进入伫迦南地，开始含这当地的民族开始伫世界征战的时阵。所以，咱看起雅比书用上帝来祈祷讲。上帝，确定我的境界。上帝，互我得到搁较侪的土地，迄是爱面对一个征战的。以色列人因爱拼性命去和当地的迦南人去抢土地，为着要确定，为着要完成上帝放伫因的民族，放伫因心中的目标甲意向。这个经文所看确定我的境界。互我过到搁较好，互我会当拥有搁较济。毋是，伊的祈祷是要成就上帝放伫因生命中，甚至是伊的民族的心意。当伊向上帝讲上帝，确定我的境界，上帝互我会当拥有搁较济的土地时，伊是咧面对一项代志，伊爱行出伊家己认为非常舒适的所在，伊爱去面对新的挑战，伊爱去面对新的征战。伊爱去勇敢，爱勇敢向前。雅比书上帝祈祷讲，上帝互我一个意向，上帝互我一新的，要来的时阵，互我一个目标。但主啊，这是一个征战，主啊，这是一个确定的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主互我通知，最后是要完成你放伫我生命的目标，放伫我生命的意向是啥物？新的一天嘛要到。2024年，毋知上帝放伫你生命的意向是啥物？上帝要互你新的目标是啥物？但是伫这个确定的过程，可能咱拢会拄着无共款的征战，咱可能拢会拄着无共款的挑战伫咱的生命内面。但是毋免惊吓，上帝伫这个内面带领咱，互咱通勇敢来向前，生命继续来成长。有新的意向、新的目标、新的方向，目的拢是要经历上帝的作为伫咱的生命中。生命继续来成长，生命继续来向前，有新的目标，有新的意向，虽然会带来新的挑战，可能有无适应的所在，但是这拢是要为着经历上帝特别的作为伫咱的生命。所以伫以赛亚书54章第2节。锁条的锁，甲伊锁甲紧绷，他甲顶甲好了，因为你的四面拓展领土，所以嘛亲像以赛亚书安尼讲的，爱不断去扩展。但是扩展过程中，追求迄个新的目标、新的意向的时阵，犹原通知上帝伫头前带路。上帝伫头前来带咱行迄条咱无行过的路，上帝互咱有勇敢壮大来行。
所以既然亚基斯因上帝求讲爱有异象，爱有目标，伊要行一条无行过的路，伊要来扩展伊生命的境界，伊嘛继续向上帝来祈祷，上帝求你来互我同行，上帝求你来保护我。所以要继续要和大家分享，亚比斯会祈祷，伊来寻求上帝，和伊做伙同行，寻求上帝的同在，伊嘛寻求上帝的保护。亚比斯向上帝来祈祷讲，愿你常常甲我同在。亚比斯对上帝讲：主啊，求你常常甲我同在。伫原文希伯来的圣经，伊的意思是讲，愿你的手甲我同在，愿主你的手甲我同在。愿主你大有开来的手甲我同在，愿主你大有开来的手扛着我，甲我同在。亚比斯为啥做这款的祈祷？为什么伊爱寻求上帝做伙和伊同在，嘛寻求上帝的保护？为什么伊爱上帝的手甲牵呢？为什么爱上帝甲引带，互伊通继续行头前的道路？有时阵，咱的生命虽然不断的扩展，生命不断的成长，生命不断的往前行，但是有时阵可能嘛，因为安尼失去了方向。有时阵可能生命目标伤济，直到咱可能无容易看清真正的方向。上帝要带领咱要行往什么款的所在，所以更较需要寻求上帝的同在甲引带。所以亚比斯甲上帝讲：主啊，求你甲我做伙同行，主啊，求你保护我，主啊，求你引带我行伫迄条正确的道路，主啊，求你的手来引带我，主啊，求你的手来牵着我，互我一步路无行过这条。所以伫撒母耳记下卷22章33节，嘛安尼来讲，伊讲这位我坚固的避难所。伊互我的道路安全，这位上帝是我坚固的避难所，伊互我所行的道路安全。新的一当，咱嘛向上帝来祈求，主啊，求你继续来引带，和我来同行人生的每一条路。新的一当24年，拢无人行过，无人经历过，毋知头前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毋知阁有啥物款的代志，啥物款的挑战，可能放伫咱的面前。但是为咱会当向上帝来求讨的是，追求上帝和咱做伙同行，追求上帝的同在，也追求上帝的保护。亲像亚比斯所做的祈祷共款。当伊要面对一个新的目标、新的挑战的时，甲上帝讲：上帝，求你的手牵我，求你的手帮助我。亚比斯嘛做了一个祈祷，亚比斯继续伊个祈祷讲：主啊，保佑我无拄着患难，无受痛苦。亚比斯嘛向上帝讲：上帝保佑我无拄着患难，无受痛苦。亚比斯伊了解家己的软弱，伊嘛了解伊家己的限制是啥物。所以讲，因甲上帝讲。上帝，互我来确定我；上帝，互我一个目标；上帝，互我异象；上帝，求你来引带，求你来带领、保护，求你来束缚。但是亚比斯上帝伊嘛了解，伊是有限制的人，伊嘛了解家己的软弱是啥物。所以，上帝祈祷，伊甲上帝讲啥？上帝，保佑我无拄着患难，无受着痛苦。亚比斯互咱同在，确实伫咱的人生的道路。咱拢会拄着患难困苦的代志，咱的人生拢会拄着患难、拄着困苦的代志，甚至是侪咱料想无到的代志。但是咱会当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无伫遐陷入遐的软弱，陷入遐的试探内面。亚比斯的祈祷，毋是讲咱拢永远袂有痛苦。永远拢袂有苦难，亚比斯的祈祷，互咱看见咱是软弱的，咱是有限制，所以咱搁较爱向上帝祈祷，向上帝求讨，求上帝来甲咱三角地地。其实除了亚比斯向上帝来祈祷讲，莫互我会当陷你伫试探，陷你伫软弱，陷你伫痛苦了后以外，
佫有一个代志，和伊的名有真大的关系。当阿秘书甲上帝讲保佑我无拄着患难、无受痛苦的时，伫这段经文佫有另外一个意思，和伊的名有真大的关系。伊的名叫做痛苦，因为啥物？因为老母生伊的时阵非常痛苦，所以叫伊痛苦。所以阿秘书其实这个祈祷背后嘛有另外一个意思，伊咧甲上帝讲：主啊，求你，互我的性命嘛，无爱真做是造成别人痛苦的人。主啊，帮助我的性命，袂造成别人的痛苦。互我的性命真正是真做是会当祝福别人。性命是会当真做是一个性命，毋是互人感觉我的存在是痛苦的。我的存在是带来无快乐的，我必须向上帝祈祷，上帝，虽望我的命可能就痛苦，上帝虽望我即摆的状况是安尼，上帝，我虽望即摆可能拄着大的困难，但是上帝帮助我，互我的性命毋通变做是别人的痛苦，互我的性命通真做是祝福别人的性命。所以我必须非常清楚，家己是软弱的，伊需要上帝的帮助，但是嘛，上帝求祷讲，上帝。你嘛帮助我，互我毋通真做别人的痛苦，爱互我通真做是别人的祝福。主耶稣教导的祈祷文，咱伫礼拜开始前，咱嘛有读即个祈祷文。耶稣嘛安尼教导讲，求你互阮会当脱离迄个歹的，互阮袂当陷到迄个袂单单的迄个试探。耶稣嘛安尼教导，咱确实有咱侪限制，咱确实有咱侪需要调整的，咱确实有咱侪每一样无共款的缺点，有软弱的所在。但是真正佫一摆求上帝帮助，互透过上帝，互咱佫一摆看清咱生命的真相，互咱看见咱生命的限制。互咱的性命嘛无进入伫遮的试探，也是进入伫遮的软弱，嘛互咱的性命会当真做是一个祝福别人的性命。我想这个雅比斯的祈祷，互咱看见一项代志。虽然雅比斯伊这个人，伊所经历的代志，伊所面对的环境，可能无法度随改变，因为伊的名就叫雅比斯。可能伊边仔人嘛，有人继续甲讲啊，你就是阿苦啊，你就是阿苦啊，你就是叫痛苦。可能伊的环境无法度马上改变，但是伊通改变的，是伊对上帝瓦靠的心境，伊会当随改变。环境可能无法度改变，但是伊的心态，伊的内心会当随改变。所以，上帝做出安尼款的祈祷，上帝来求讨，求上帝来帮助。伊真做是一个来倚靠上帝、上帝祈祷的人。所以诗篇90篇12节，诗篇的诗人安尼讲：求你教示阮，通算家己的日子，互阮的心有智慧。一冬一冬在过，一日一日在过，求上帝帮助咱。真正嘛是不断伫每一日，在算每一日经历每一日的时阵，搁一摆来思考，搁一摆来想。上帝，求你来甲我同行，上帝求你来甲我保护，上帝求你来甲我引带。我的环境可能无法度改变，我的环境可能无法度随改变，但是求主帮助我，互我的心态通改变。求主通互我，甲秘书共款，会当做出这种信心的宣告，会当做出这种信心的祈祷，来向上帝求。一开始问讲，对你来讲，今年的代表语是啥物？但是嘛要来问大家，毋知对明年你要写落啥物款的代表语？可能今年的代表语你已经想到，你已经有一寡想法啊。我想到今年代表语可能是啥物？但是毋知明年你的代表语是啥物？毋知你明年你所想的，你所计划，你上帝祈祷，你所期待发生的，你所代表的意是啥物？昨暗时，我含遮的青少年，当阮做伙回顾台湾发生的代志，伫因学校所发生的代志，伫因规当生命发生的代志，
了后，我嘛邀请因写落每年，因为要向上帝祈祷的代志，因为每年要代表向上帝求祷的是啥物？我想这嘛真做是，互咱一个方向，一个新的目标。阮愿上帝帮助咱，伫这个新的目标的内面，伫这里找求一个新的代表的背后，看见上帝奇妙的恩典甲带领。最后要分享一个神学家伊所讲过的话。这个神学家是非常出名的神学家，叫奥古斯丁。学习将咱的过去，已经过去的年日，就放伫上帝的怜悯下面；将咱的现在放伫上帝的慈爱，将咱的未来放伫上帝的供应。过去已经过去啊，但是阮上帝怜悯。但是伫现在，咱犹原享受伫上帝的慈爱，享受伫上帝的恩典。未来毋知发生啥物代志，但是咱犹原祈祷，将咱的一切放伫上帝的供应，来引带。我上帝赐予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未来新的2024年，咱拢会当继续甲上帝同行，甲上帝有搁较亲密的关系。咱做伙来唱一条回应的诗歌，然后咱来讲祷、来祈祷，然后咱要请一位中保大道的同工，要来分享伊的见证，伊安怎伫伊的生命中看见上帝的奇妙的事发生。咱做来唱这条回应的诗歌，圣诗159首，圣诗159首，咱坐吟就好。主踮我心内，无惊也自在。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每日我心心想念你无停，你做我光灯。予我有光明，主做我智慧，予我通我去。但是却踮伫你手里照顾，你做我天父，我做你的镜。你甲我结连，我甲你同行。世间无一项比你较宝贝，因为你惜伫我永远袂悔。你是我一切，我要心靠你。天君王世间无通比，天顶的君王，予我的得胜。愿你带我到天永定平平，也是有艰难，也是大变迁。我决断对主，永远无野心。阿门。咱做为着几项代志来祈祷。第一项，邀请大家为着要来新的一冬，为着家己来祈祷，求上帝帮助伫新的一冬继续带领引带。虽然头前的路咱拢毋知经历着啥，但是只有主的引带，主的同在，主的保护，通互阮每一个人通安稳自在。
也求上帝伫咱的心中放了伫个新的意向、新的目标，通互咱透过上帝放伫咱生命中即个美好的计划，来看见上帝美好的奇事发生伫咱的身上。第一项，咱嘛为着伫过去一冬，上帝伫你生命中所成就、所发生的每一项代志，来献上感谢祈祷，感谢上帝的带领，感谢上帝的引带，互咱伫今年的开始到伫今年的结束，拢看见上帝的恩典满满。那么特别为着咱的国家、为着咱的社会来祈祷，特别伫过2礼拜了后，要进行台湾的总统甲立委的选举，求上帝施了伊的恩典，伫即个选举内面，互即届的选举，互每一个候选人，互遮的立委，互因通知。因所做的是要为着这个国家，为着遮的百姓，也求上帝掌权，互这个选举通顺遂平安，也为着咱的这个国家，为着咱的社会，互咱明年伫新的一冬，有主的保守引带，互咱每一个人的心中，毋是感觉着欠缺，是有主的同在的满足甲丰盛。咱做伙开喙，为着遮的代志，咱做伙来祈祷。主感谢你，主咱同在，主的是。是啊，主啊，保守靠过你，互阮伫这啊同在是看过，互阮伫这里看过是这啊同在是啊同在，看过是保守啊同在，是啊，主啊看过伫这里一切所在是这啊同在，看过是这保守，看过是，看过是，看过是这啊同在，是啊，看过我们的保守，互阮伫这里每一个时刻拢来看见到这个恩典，主啊，感谢你同在。亲爱的弟兄弟，一年紧紧搁过去，新的一冬搁要来临。我看见伫最过去的这一冬内面，无论经历什么代志，阮犹原献上阮满心的感谢，因为主，阮相信伫每一个代志内面，拢有你特别的计划，像是有你的同在，有你的保护。主啊，求你继续带领，伫新的一冬要来的时，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通继续行伫主你的道路内面，引带阮，带领阮，互阮通享受有你同在的美好，也互阮伫新的一冬，享受对你遐来新的恩典、新的恩果，特别是新的愿望，放伫阮的内心。特别为着阮的国家，为着阮的社会来祈祷。伫过无偌久了后，要进行伫咱国家总统甲立委的选举。求主你来掌权伫这个选举内面，无论是对一个候选人最后来选调，求主将你的智慧放伫伊的内心，互伊通知来安怎来带领、来管理咱的国家。也求主你享受你的丰盛，享受你的满足，伫阮的这个社会、国家每一个百姓的心内，互阮通知有主伫阮的国家是一何等美好的代志。互阮伫明年新的一冬，无论伫阮的国家、伫阮的社会、伫阮的家庭，甚至是阮的个人，搁一摆看见到主你的赐福，甲主你的保守恩典。感谢主。阮安尼祈祷，拢是用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这是咱要特别邀请咱的中保大岛的同工，咱的秋雨姐妹哦，咱看一下，咱这位拍婆来邀请咱见证。兄弟姊妹平安。真欢喜，今日有这个机会伫遮，会当和大家分享上帝伫阮厝里丰富的恩典。我叫做秋玉，我和彼得是伫15冬前来到富强教会聚会。
来到富强第2档，我就有报名参加中报大岛的复赛，这是一个真水的复赛。这档来丰富的恩典，满心感谢。我有2个囡仔，2个囡仔真活骨、真活泼，嘛真叛逆，所以14档前我的处理吼，那战场共款，逐工吵吵闹闹。有一天，细汉志奇甲我讲，伊要去图书馆读册，我嘛相信啊吼，我真单纯信，所以伊讲伊要读册，我真欢喜，所以我含彼得嘛准备要去大岛市来大岛。我入到大岛市，我尽管是我会先甲我心内的烦恼，先甲上帝讲，我嘛会提名为着我2个囡仔，为着我的家庭来祈祷。迄天伫大岛市，我咧替囡仔祈祷的时阵，我若是看到一个相片，一个图像，我看到伫东安路有一个我真熟悉的店，边仔有一个行啊，我无熟悉，迄行啊我无熟，有足侪真侪脚踏车。有一只脚踏车是我熟悉的脚踏车，我就真正行到遐，我含阿德伫祈祷服侍了后，我就真正去遐看卖。我真紧就找到迄个我真熟悉的脚踏车，这是啥物所在？伫遐代理老师的工作，因为疫情伊转来，转来到台南，感谢主为备办真好的工课，伫开元国小有代理老师的工课，嘛真感谢主，今年初伊有。通过飞盘飞盘亚洲锦标赛亚锦赛国手的甄选，诚做国手要出国比赛，是伊为细汉到大汉上大的愿望，所以伊真欢喜，伊嘛真认真准备。毋过今年伊阁有另外一个困难的挑战，就是伊国小老师的考试。志奇就是伊国小老师的考试。志奇毋是真敖读册，伊真爱体育，毋过。毋是真敖读册，所以考试对伊来讲是真困难的代志。我知影伊爱上班，伊爱国手的训练，伊爱准备考试，伊阁真意爱服侍，伊的时间实在真有限，实在真无够。我常常甲伊讲，你着爱较认真准备。伊嘛常常滚耍笑，甲人讲，伊毋是足够读册，所以考试我考第二遍才会通过后。毋过今年已经是第2遍啦，所以伊一定有真大压力吼。我大概甲伊讲爱认真读册，伊就甲我讲：妈妈你放心，我一定会找时间准备啦。我听到找时间准备吼，我就愈烦恼愈紧张。毋过即摆囡仔拢袂当念哦，我若想过甲伊讲哦，伊就甲我讲我无爱考啊，我就点，不要紧，好佳在我有上帝。伊无爱听，我甲上帝讲，我逐工。毋知逐工无，我真认真为伊祈祷。我嘛写大岛卡，这是第1张大岛卡。我写大岛卡来替志奇祈祷，请中保大岛勇士帮伊祈祷。我嘛伫小组提名替伊祈祷。我阁有2个 RPG 祷告小家，逐礼拜我小家姊妹袂嫌我啰嗦吼，拢提名为着志奇祈祷。感谢主，真正是不要紧，阮继续祈祷。剩台南上尾一个机会。感谢主，真正是帮助伊考试真顺遂。伫考试了后，我有看到讲，伊伫迄边缘通过吼，比标准搁较悬1分通过。哈利路亚，俄罗主，我知影这考试对伊是真难的考试。虽然是边缘通过吼，低趴通过，我嘛是感谢主，我真欢喜俄罗主。面对这水的稳定，志奇嘛真正是。放了一切真无用的代志，专心来准备伊的第2阶段的试教及面试吼。这时阵伊家己嘛写1张大岛卡，这是第2张大岛卡吼。志奇家己写大岛卡，望上帝引带伊会当通过这个考试吼。感谢主，伊备办真好的天赛，伫伊代理的学校开元国小有老师邀请。资深的校长兼有经验的校长甲老师来甲伊做训练吼，甲伊做模拟口试哦。伊的学长嘛甲伊收集真侪资料，诚做伊真好的帮衬。伫要面试的前1天，伊要抽顺序吼，伊就甲上帝祈祷讲，伊要抽1号。真正抽到1号，伊真欢喜。转来甲我讲，我就甲伊讲，
你真奇怪，你哪要抽一号介紧张呢？伊讲，因为是礼拜日考试，伊想要较紧来考试了后，赶转来第二场来敬拜上帝。我听到我真正真感动，我感谢主，互这个囡仔有这个勇敢的心，甲听主的心。实在感谢主，因带志奇伊的考试真顺遂，伊真正通过第2阶段的试教甲考试，伊真做一个正式的老师，一个国小的正式的老师。其实我知影志奇的有限，甲伊的无够野。我知影，干那靠志奇家己的拍拼读册，伊是袂当通过这个考试的。我知影，这个拢是上帝的恩典。阮真正是大声喊哈利路亚，感谢俄罗主。煞接是要分发学校，志奇第1阶段是边缘通过，差不多60几名。第2阶段伊进步到22名，真大的进步，真大的恩典。我知影这真正是上帝的恩典。毋过录取25名，伊第22名。拢滚生笑讲，录取25名，伊第22名，伊分发可能是指定南西，也是真远的所在啦，这真合理嘛吼。我较实在，我真正甲迄学校拢摕出来，一个一个甲志奇沙盘推演吼。较实在的是，伊应该是新营，还是嘉义，还是善化，这3个学校是机会上大。不管是到分发迄天，真奇妙。较远的学校，新营、嘉义、善化，较远的学校，真几名拢填了啊。结果伊22名，伊会当填到伫台南市区伫义在国小，比阮所想的搁较近，搁较方便。阮真正是知影这是上帝的恩典，感谢俄罗主，真正是阮一切荣耀归乎上帝。我要讲还佫有2个见证。毋过我会讲真紧吼，毋免看了。伫顶一期的8月，中保大岛见证的时间，阮大汉后生自家甲新妇伊宁有转来，因听到见证，伊真感动，伊就讲伊要写大岛卡，伊叫我帮伊写，2个拢写要换头路的大岛卡。我甲伊问讲你是安那？新妇伊宁讲因为伊和头家理念无介合。伊嘛准备想要做妈妈，伊想要怀孕生囡仔。因的头家无介鼓励少年的查某囡仔，就遐早就准备要做妈妈，对前途有影响啊。所以其实他们的环境不是那么友善，所以要找一个对少年妈妈较友善的工课。大岛卡写了无偌久，真奇妙，伊的头家对伊的态度改变真多，真甲伊肯定。嘛袂阁甲伊讲，莫遐少年做妈妈，拢袂讲啊。就因的关系的工课真顺遂，互伊感觉上帝真正真奇妙，用即种无共款的方式来应允伊的大道。毋过，阮后生伊嘛是想要换一个伊会当搁较好会当挑战的工课。上帝无随应允，伊有几若遍的机会，面试的机会，拢无通过，拢无有好的消息。阮继续祈祷，继续等待。阮知影上帝备办的一定是上好的。祈祷4个月了后，真正是感谢主伫12月初又通过一个面试，伊得到一个工作机会。这个工作机会是伊真期待，伊真意爱，真正是超越伊所想、所要爱的工作机会。伊真正甲我讲，上帝备办的是上好的。感谢主，阮一切荣耀归乎上帝。阮真正感谢上帝，互阮有这个祈祷的权柄，互阮会当甲阮的烦恼、甲我所需要的，拢交托互上帝。我嘛会当透过祈祷来更较明白上帝的心意。通过祈祷，上帝应允无一定是照阮所想的时间、所受的应允。毋过，亲近上帝，我嘛会当伫这服侍中来透过这祈祷服侍来祝福需要的人。这实在是真水的服侍。14天来，透过这服侍，伫我厝里，我经历满满的恩典。邀请兄姐，你若有需要，你会当写大祷告；你若有感动，欢迎来
靠阮做伙来食做中保大道的同工，愿一切荣耀归乎上帝。甲哈利路亚，俄罗主，感谢上帝。第二段咱头仔分享的主角致辞要来带敬拜，有邀请大兄弟姊妹，买当三角来行致拜咱的上帝。这是咱来奉献。会众请起立，咱来唱奉献的诗歌。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见大无比，我愿意成为你，奉献你所想事，报答我主。阿门。会众请坐。伫报告的大声，咱来背本话金句。咱三角来读，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诗篇90篇第12节，这是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第2页。下周的事奉同工，请咱来斟酌看。下周的司礼是王维平长老。来看第3页，顶周甲本周逐项的出席报的信息，咱请大家来注意。掀开第4页，集体交通本会消息。第1点，本会定下主日1月7日来举行新任的长职甲首长的誓约甲就任彩排礼。咱有3位长老、6位执事甲2位首长，请咱大家备办心来参与。第2点，中保大道事工征求第48期的大道同工，咱要伫下主日1月7日来举行祝福彩排礼，请中保大道的同工有备心。第3点，社会报告，本会定伫2月25召开定期好会，请所有会友来准备心来参与。咱看第5点，教会财务部的事工报告。第1点，年度结束要来关销，所以为着方便会计作业甲年底结销，请咱伫所有的奉献会当伫今仔日来完成。第2小点，各单位年度会计的校铺来交。请伫1月7日进前交来办公室，方便
来检察员来查销审查。第6点，本会定伫2月27、28来举行小组长退休会。请国务区小组长夫妇会当赶紧来向区长报名，咱就名单甲身份的资料来互办公室方便来联系。第7点，本会伫1月甲2月重要事项记载伫遮，请兄弟姊妹咱来斟酌。咱来看第9点，约书亚牧区48家 B 咧招募志工请咱兄弟来斟酌有兴趣的，向办公室来报名。来看第10点，会友的喜事，本会龚硕文医师甲郑瑞玲小组长的龚成玉弟兄甲陈银龙姐妹，定伫1月7日上午9点半伫本会来举行婚礼，咱来恭喜因。邀请兄弟姊妹踊跃来参加观礼甲祝福。第2点，咱恭喜本会郭新恩中医师来开设奇恩中医诊所，伫西门路1段533号，定伫1月7日下晡3点来举行开幕感恩礼拜。邀请会长邀请会友踊跃来参与。第3点，本会另加伫中英大学的吴慈恩牧师，定伫1月11日下晡伫中英大学中英堂来举行进庭退休的感恩礼拜。吴牧师特别感谢教会兄弟平时的关怀甲支持代祷。愿上帝亲自恩待因伫退休后的生活，甲身体健康，拢会当得到上帝的照顾。第11点，教会开始收集二手会当用的衫甲物件，请有意愿的兄弟来办公室来捐这物件物资。第12点，今仔日的爱心午餐，因为元旦的年假来暂停供应，请大家兄弟来注意。以上，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平安。我来补充几项的报告哈。这个消息中间有几项牧师特别甲咱做补充甲提醒啦吼。头一个是后礼拜的这个中级就任式因为咱为着时间较完整，所以咱要用第一场请这要就任的同工第一场都要来哦其中佫有增加一位，就是咱这个基田牧区的小组长，有一位基训小组长要由尤燕婷姊妹尤燕婷老师来担任同款伫即个名单内面第二就是讲，咱拄则有讲起着中保大道的即个见证啦咱的秋意老师真侪宝贵的见证。见证毋是讲咱听到伊的见证足欢喜甲恭喜，毋是，是爱鼓励咱大家拢参与我就是讲，我祈祷伫阮厝祈祷，逐位早暗嘛咧祈祷，我是安那来中保大道式，是呢，大家人有一种的心志，讲做伙伫即个所在，诚做祭坛，将咱的祈祷特别替别人祈祷，摆咧伫主面前。所以若伫你还未参加，鼓励你来报名咱后礼拜就要开始车牌4个月一期你准报名也会付啦第二，生气看嘛咧，上帝的恩典偌大，你著甲写你的地图卡写你的你不要写，不要紧，请咱亲人朋友，也是请干事帮你写你要地图的事项，这点真宝贵真重要后礼拜还佫有要请这个新头一遍报名头一遍报名的即个地道的同工爱做一个说明会佫来是咱
小等第2礼拜，咱有一位老师啦，李玉云老师要补西历史，补西历史安尼。搁一遍呢，我要感谢咱兄弟咱过去伫顶礼拜咱举行圣诞节的庆典，咱规整个的礼式阮头前的即个圣歌队的献诗礼拜后壁面的演出拢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精彩。嘛看到咱兄弟哇，客礼拜堂底500几位连3楼1楼拢有实在是足侪同工真着磨真违心啦咱为着家己拍破一下，好无？甲因鼓励，好无？咱若是讲家己礼拜堂的庆祝我感觉即边咱的会友真正总动员啦咱有去社区自强里的社区，迄个活动中心嘛，本来是咧唱卡拉 OK 的所在，是咧请道的所在，咱若底下传福音，遐个里面足用心参与啦，100-200个有扣子叔叔伫遐，咱嘛有咱的主日都哇，带规堆去到迄个瑞富益智中心伫咱的迄个安平遐来关心遐个囡仔，咱嘛有咱的即个基甸牧区去到病院去到病院关心去报佳音，咱嘛有约书亚牧区去到麻豆新楼遐所以你看起来，甲先讲，毋是节目拢伫咱教会闹热啊，毋是是咱逐个拢化整为零，分散去到逐位所以这是咱教会真宝贵、上帝的恩典。咱期待即款的精神继续伫咱的教会中间。咱嘛要感谢今仔日以赛亚牧区哇，全队拢伫遮咧献诗，咱伊要唱2场咱甲拍步一个来。所以可见讲无论老少年囡仔包括遮以赛亚牧区年岁较偏大，少点点尔，无偌济啦。但因为服侍嘛拢无输人所以咱真期待咱的富强教会，既然是一个呢，逐项咧服侍能参与有参加小组的也未参加，赶紧来加入互咱的教会感觉讲逐个人拢无例外就对啦，你拢是有份就对好来我阁补充一个报告，咱今年开始要推动50周年的即个事工咱有用迄个圣诞感恩节奉献真感谢主，咱到顶礼拜为止，拢总收到192笔，拢总927000几箍。这是咱做一个第一桶金就对啦。因为安那呢，咱明年开始陆续足侪事工要推展啦。推展有爱人嘛爱钱咱硬体的精力爱一笔钱，咱要办活动事工要训练，拢爱一笔钱。所以兄弟姊妹，咱即个感恩节奉献到即礼拜，咱就无搁感恩节奉献啦无你逐日拢感恩节嘛歹势啊。但是明年呢，明年你若讲我逐个月想要为着即个50周年来奉献，就亲像咱伫奉献迄个宣教基金，也是即个叫做文道训练基金安尼。我有用迄个地写讲，我要为着咱这50周年安尼一个持续的奉献，嘛真鼓励真鼓励安尼。对啦，讲到50周年毋若是咱感恩节奉献啦，咱事先的嘛有真侪人开始咧推动即个义卖而且有一寡图片，我直接用图片来报告，毋知顺序无共款，我来补充即个即个是等下讲来好即个咱的即个以赛亚牧区一阵同工哇，已经制作即个白玉萝卜拢腌制好前顶礼拜日圣诞节也无用人推销啦你看下骹搭足侪迄个海报了虽然无推销嘛，已经买差不多安尼，剩10箱差不多偌济60罐这买有2种意义，第一种是安怎呢？咱为着50周年你买起来佫会当奉献对毋对？义卖。第二过请要到哇！你食迄大鱼大肉配这上好迄胃口加足好咱最近定去餐厅咧食饭迄饭店餐厅咧送你一杯什么醋有无？啉一粒醋，啉咧到地哇，胃口愈好所以餐厅真牛，伊知影讲你胃口若开你就加叫寡菜就对啦咱
伫过正的时阵，来咱用这送礼物嘛，真好。啊，剩60罐尔吼，一日就了啊吼，赶紧要嘛，今日就甲消化了，安尼就对啦吼。啊，佫一项是即个牧师伫手中有一本吼，即个是咱王忠信牧师的小妹伊的先生的公司吼，秋雨公司足大间的印刷厂。啊，因为着要推动迄个灵性加家庭教育吼，伊对美国引进即个版权吼，即个叫做妈妈上班区，迄是一本册名尔吼，伊叫做贝安斯坦熊啦吼，就是讲用动物来讲即个家庭的故事，要训练囡仔有迄个家庭的观念，有迄个听父母吼，好的品格，咱因奉献真侪套啦。咱想讲遮侪套吼，要送嘛，毋知要送什么人较会标准啊，吼，较会公平啊。所以咱想讲，这嘛是来义卖，吼。牧师这体是一本，5本做一包就对啦，5本吼，5本是一个迄个一套，拢有3套，所以一本伊说吼，一套差不多爱1000几块的本钱啦。咱教会想讲就是要推广吼，一包5本就是600块。你若3套拢甲买起来吼，要送互你的孙读吼，袂歹吼。都1800哈，638吼。拄则看一个新闻讲，一个阿公足疼因孙啦，吼要买啥呢？我甲买30万的迄个迪士尼的迄个礼物要互伊啦。毋知影去上网去订，讲订着迪士尼 Plus 啦。你毋知影迪士尼 Plus 是啥货？就是咧看迪士尼影片的网络的迄个棍。迄个罐就对啦，意思讲，迄个证明迄个是讲你会当看网络看伊的影片就对啦。伊讲30万买咧到底爱看70档啦，表示讲这阿嬷我疼孙啦。其实伊是要买迪士尼的礼物啦，伊买对迄个权限去安尼吼。你若有疼你的孙吼，买这袂歹吼。咱真期待，咱大家对着这来做奉献咯吼。拄则有个补充，这报告我来个补充一下吼，就是讲咱有几项要紧的事工，明年就要开始啊吼。这个事工第一个就是讲，咱明年开始个推动一年来读全本圣经。咱真多谢苏宏长老，足用心甲分类分足好势哦。就是讲一日读3章，读一天诗篇，搁读一篇3回安尼。算起来吼，无365天是370天才读了，差无几天你啊。年内要甲读好了嘛，袂要紧吼。咱开始有迄张表，伫楼骹，你这张表摕咧吼，就签你的名。你若完成，交起来，到明年年底，也是讲后年的年初，你还未参加过即个文道学校的上课的兄弟，鼓励你来报名。即个真方便，就是讲，可能你第一场礼拜爱去上课啦，伫第一场礼拜的时间去上课，再来参加第二场礼拜。所以你一礼拜来教会吼，加1点外钟若定，会2项参见。所以咱后礼拜吼有要安排有同工来做见证哦吼，见证讲伊读即个文道学校真大的帮赞就对啦吼，真大的帮赞安尼。咱最后做一个补充的报告，就是讲咱逐年拢收即个2手衣吼，咱伫迄个原住民，伫迄个布农吼总会。即个建山教会伊真欢喜，专工开车来甲咱载呀吼，摕来地下室，放哦好势吼，贴哦好势安尼吼。咱吼后礼拜开始呢，咱要换迄个祈祷回应诗啦，佫换阿门颂，拢要修改一下，互咱感觉无相像的诗歌。咱要请小范弹一个后礼拜祈祷回应诗，你听就知影讲要唱倒一条哦。329首，有印象吼？敢若即句尔，主听阮的祈祷。好，安尼吼，知影吼，后礼拜请咱苏琴嘛有来配合一下，咱同工也做伙配合吼。真感谢主，咱新的一年吼，我确信上帝要继续带领咱的教会，会当更较有兴盛的事工。特别咱真鼓励是这啦，吼。第二是讲准时就是提早到，
吼，咱大家做伙来回应吼，还是讲呼吁咱大家做伙来回应这个运动吼。这两项是咱富强教会新的精神，安尼就对吼。好，咱来做结束，请师会。上营会众请起立，来唱上营的诗歌。困求主你我脚步，若无我毋敢踏地来行。困求你甲我大个保护，假使我言行欠比是正，暂我答你遵守你诫命，予我伫黑暗中做光灯，对吹引带是迷人。这是我人生撇切远望。俺请詹牧师来传递。咱做来领受，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听从圣神的感动、扶持，甲每一个兄弟姊妹三甲弟弟对这事得到永世大保证。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家请坐来灭祷，来闭会。今日第一场的聚会到这来结束，请兄弟姊妹互相请安问好。